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经过一礼拜，今仔日阁来到上帝的殿中，三合伫遮来敬拜上帝。多谢主看顾保守，供给咱一礼拜一切的使用。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的确无知够欠缺。无论是物质上，是属灵上，上帝拢按时来供给互咱。当咱伫患难的时节，当咱伫困苦的时阵，伊甲咱讲：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的确如何。意思是讲，咱无论伫什么款的情形下面，上帝甲咱同在，上帝帮赞，上帝供给，上帝无放杀咱。咱感谢主。今仔日咱看见世上有偌侪人未认捌主耶稣，因伫即款灾难当中，因无通活靠。可能因活靠的只是一个有喙袂讲话，有目睭无法通看，有耳孔无法通听着，有手袂做工，有骹袂行路的假神。但是咱所相信的是一位国活的上帝，国活的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伊是咱的上帝，也是咱的天父。伊是值得咱活靠相信的。感谢主的恩典。今仔日你的情形怎样呢？你是毋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头前，来向伊祈祷，来亲近伊呢？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全能的上帝啊，你是阮的天父，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也是供给阮一切需要的主。因为耶和华是阮的上帝，是阮的牧者，阮就无惊地够欠缺。因为主是丰富的，因为阮的主是全能的，因为阮的主是知影阮一切心中的问题甲苦难的人。感谢主，求上帝伫这段时间当中甲阮同在，借着你圣灵的感动，当阮来学习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你的假释的时阵，圣灵家己伫咧做工，互阮听了你的信息了后，增加阮的力量，增加阮的信心，增加阮的喜乐甲平安，互我能面对各款的困难问题灾难，我能靠主人得胜。因为阮的主是一位国活的主，对死来国活赢过这个罪恶甲死亡，阮就靠着伊，阮有法通得胜，一直到行完人生的道路，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感谢主，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你，求主你甲阮同在，也听阮全世界向你祈祷，会在你的正经里的声音。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何人有此人救主？我罪孽，但我有何等权力，能叫万事来到耶稣座前求？多少平安我们所需，多
苦与愁。我们若连主都知道，放心到主座前求。我们是否软弱多愁，前轻重担压肩头，主人做我避难处所，奔向耶稣座前求。你若阵风又盼晴里，好向耶稣座前求。到他怀中，他必保护，有他安慰，便无忧。各位兄弟姊妹，本主日的讲题是伫内屋的祈祷，就是厝内最内面迄间房间的祈祷，the prayer in the inner room， 就是恁兜有一间最秘密的、最安静的这个所在。叫做厝内还是内厝你家庭当中内面的迄间最安静的所在，迄间房间的祈祷。咱9月份专门是讲到祈祷，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关于祈祷的代志。咱知影祈祷这项代志是世界性的，这各宗教的一款的宗教活动祈祷是一款的宗教的活动，全世界性的各款的宗教，无论是佛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教，其他各款的宗教，拢有因家己祈祷的方式，甲因祈祷的意义。但是，是毋是每一个咧祈祷的人，拢知影真正祈祷真正的意义呢？无一定。是毋是逐个人相信真正的祈祷实在有功效的呢？所以，咱来借着主耶稣伫圣经当中所解释的，互咱更较明白关于祈祷的代志。所以，咱今仔日继续顶礼拜主耶稣关于解释咱祈祷的这代志。所以今仔日咱要借着福音书2段的经文来探讨主耶稣关于祈祷的解释。头一段呢，就是马可福音第1章21节到35节。第2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6章第6节。咱头先呢，咱要讲到主耶稣是基督的好朋友，基督的好朋友。咱知影主耶稣伊本身真注重基督伊有真侪关于在基督的种个朋友，互咱通学习。头一点，咱来看耶稣伊伫暗暝的祈祷，而且是通宵的祈祷，而且佫是必去山顶的祈祷。圣经路加福音6章12节安尼讲，迄个时耶稣出去必去山顶祈祷，规暝祈祷神，规暝整夜all night in prayer to God， 规暝向神来祈祷。
那么伊为什么遮热心的规年来祈祷呢？为着什么代志呢？圣经甲咱讲啊，伊讲到安尼，到了天光咯，就叫伊的门徒来，就对因中间竞选12个使徒，主要说是为着要竞选使徒来祈祷，是规年的祈祷什么是使徒呢？使徒呢，就是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工作的时阵，特别在门徒当中，跟在主耶稣的当中选12个特别的人，跟在主耶稣行到倒落，爬到倒落，行到倒落，耶稣讲到倒落，教示因各款属灵的代志，向因讲道讲解神的话语耶稣伫生活顶面，互因做好的榜样。所以对头到落尾到耶稣被顶到升天这段时间，甲耶稣同在，做迄门徒就这12个就称呼做使徒。那么这使徒呢，就是要继续耶稣传福音的工作，而且耶稣无伫的时阵，要伫这个世上建立主耶稣的教会，是一个真伟大的工作。所以耶稣为着要经这12个使徒伊就以基督来做开始看见主耶稣真看重这个选使徒的代志，也看重基督的代志，所以咱在对安尼看出耶稣真注重这项代志，所以先来祈祷。所以凡是真信重主的工作的人，拢是的确是用祈祷来支持的。凡是用祈祷来支持神的工作的，上帝也要支持这款的工作，因为所支持的是神的工作，所支持的是这款肯付出祈祷代价的人。过去我伫一个所在服侍主，为着要到别间教会去带领聚会，有时伫暗晡开车到迄个城市去，然后呢带领迄搭的祈祷会。伫祈祷会当中圣灵感动叫阮每一个人着为建礼拜堂来祈祷，因为当时迄间教会是非常的小，只若有10几个、20左右的平方米遐大咧，而且无窗只若细胖的一个窗伫悬悬的，然后伫街路边阮迄间报道所伫街路边，迄个三轮车、汽车来来往往的声音非常大，甚至讲道的传道人讲道，阮拢听袂着。就迄车经过了后安静了，才有法通听着传道人讲道的声音，所以得到的信息无完全但是主的人民圣灵互阮伫遐同心来祈祷，过一礼拜了后就有人来介绍，说要有一块地有1000英米1000个square meter 要买阮感觉迄个所在真适合而且交通利便，所以阮就交迄个地主签约交一个定金咯。过了后一礼拜，迄一个地主来找阮，伊说阮无想要买，阮真后悔买恁因为即块地阮买恁了后随时佫起价咯但是阮讲
啊，约也是签落去咯，啊，拼迄个定金也交咯，你袂用咧收回咯。所以最后呢，也是将一块地买来，以后就建成做礼拜堂，然后有幼稚园，有中学啊，即间教会就起来了。感谢主的恩典，所以伫遮互咱看出来，即项圣工的开始，乃是对基督的开始。有基督的圣工，上帝的祝福。所以耶稣伫工过来一点，就是耶稣伫工作以后行了真侪神力奇事了后伊搁去山顶下，家己祈祷到暗暝。你会记得耶稣伫教我伫传福音，到咧要暗咯，逐个人拢枵咯，耶稣找门徒去买食物，但是因无够钱啊，有人就摕5块饼2尾鱼来，是耶稣，咱的食物哪有跩呢？耶稣就用这5块饼2尾鱼祝福祈祷了后，就分出去，互5000个人食饱。富人人交囡仔无算在内，有超过5000几个人。毋但安尼，食诶还剩落来的喙，还饼喙咯，还鱼食剩落来收了，较袂济拖，收了12个拿。所以主耶稣伫遐工作真无用了后行神力了后，伊还在就去山顶祈祷。所以耶稣真看重这祈祷要决定一项代志以前，先祈祷；做一项代志了后，也是着祈祷，愿一切荣耀归乎上帝毋是家己得荣耀，乃是上帝得着荣耀。所以圣经是安尼讲，马太第14章的15节安尼讲，天将要暗暝的时节，门徒到头前来讲，这个是夜底，已经这个时间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吧，因通走去迄个床内面去，家己买食的，那么耶稣讲，你若备饭互因食门徒讲说，阮伫遮只有5块饼2尾鱼哩，19再讲就吩咐众人坐倒来伫草地顶，就摕了这5块饼2尾鱼，耶稣看到这物件，就向天来祝福，就擘开迄饼分托在门徒，门徒佮分托众人全5000几个人食饱了后。所以主耶稣行了这个神力了后最后讲是伊就家己独自上山去祈祷，到暗暝，只有伊一个人伫遐咧。所以无论是求什么代志，伊先祈祷做工了后，伊也是祈祷，行神力技术了后，伊也祈祷。接过来，耶稣真非常真忙碌的时节，非常的无闲的时节，伊也走去旷野内面去祈祷。所以伫一段经文，马可第1章11节到35节，则讲到几个神力。头一个伊就入去会堂内面去教训人，去遐讲道。刷落去，伫即个会堂内面有一个土鬼附着的人，来咧调查。耶稣就将这鬼赶出去。过来就是迄一日这个彼得伊的丈夫咧发烧毋好耶稣甲医好起来为基督医好起来抑个医治一切会破病的人，互鬼附着的人真侪人听到这个风声是耶稣会治病，所以真城市内面真侪人就集中伫到伊徛的迄个所在的门口门前耶稣就医好凡是来找伊的人，各款各样的病痛，耶稣给医好。
并且赶了真侪在互鬼附着的人。所以到天要光的时阵啊，耶稣就到旷野伫遐祈祷。所以伫这个所在，咱看出主耶稣非常的真忙碌啊，但是伊也是注重这个祈祷。所以伫即几节的经文内面啊，互咱看出几项代志。伊对以上在经节内面啊，互咱看起耶稣是一个非常注重祈祷的主。那么咱呢，咱属神的行里，咱真软弱耶稣尚且伫真无用的时阵，会晓通宵的祈祷，那么咱搁较需要祈祷咯。咱搁较需要祈祷，所以耶稣互咱学习在祈祷的榜样。咱真侪人家己找理由啊，说哎呀，我规日都真无用咧工作，哪有时间通祈祷啊？耶稣嘛是真无用，可能比咱搁较无用。伊规日的工作啊是叫魔鬼伫咧征战啊，耶稣若无祈祷伊灵内面就缺乏迄个力量。因为耶稣来到世间，一方面伊有神的这个性情，所以会行神力奇事。但是耶稣以肉身来到世间，伊有人的肉体的这个软弱，做工做久了，身躯会无力咯，亚线咯，伊本来应该就需要休息。但是耶稣伊祈祷看为重要，所以伊就牺牲了迄个休息的时间去祈祷咯。所以这真是互咱学习的机会，咱看主耶稣，伊祈祷来顺服主的旨意。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的迄一暗暝啊，伊身躯已经真野线了，然后去掠去土怀官兵啊，掠去刑罚咯，身躯嘅灼伤伊以前也未被掠的时阵伊心灵内面有一个惊吓，伊祈祷说：上帝啊，我的爸啊，哪有法通将这个苦杯刷走？但是毋通按照我的意思，乃是着按照你的意思来行。连续3摆的祈祷，伊知影罪面的这条路是真艰苦，肉体的刑罚痛苦而且全世界的这个罪过，伊家这个人担起来，心灵的痛苦，肉体的痛苦，伊也搁伫神的面头前，上帝啊，我的爸啊，哪有法，请你将这个苦杯刷走，但是毋能照着我的意思，就按照你的旨意来行。最后，祈祷了后，伊完全的顺服伫上帝的旨意内面。所以，这个人若要顺服上帝的旨意，甲明白上帝的带领，的确着以祈祷来到神的面头前来祈祷，恳求上帝的带领甲指示。若无，咱会行大路做这个神的行里如果若要灵性进步灵命充足灵力充足，的确着来向上帝来支出属灵的力量。要向上帝支出力量，就借着祈祷来向上帝支出力量。圣灵的将迄个充满咱将迄灵的力量来赏赐互咱来抵挡魔鬼的试探。伫咱苦难当中，伫试炼当中，咱也有法通应付，而且有法通得胜。感谢主的恩典。第二段咧讲到伫内屋的祈祷，就是伫厝内特别安静的所在的一个祈祷。
主耶稣伫咧教导伊诶门徒关于祈祷这项代志啊，关于这选所在啊诶祈祷啊，有一款下面诶话。马太福音第6章6节，伊讲：你祈祷诶时阵，就入去你诶厝内，还是内厝啊？迄个内房啊，关上门，祈祷伫恁暗中会爸，你的天爸伫暗中察看，的确要报答你。那这讲到你的内屋啊，你的内屋，你的厝内做伫安静，对正密室内面啊，即个讲到你的，毋是别人的，是你的，毋是公家的。所以即个可能讲，伫你甲上帝个人密切祈祷的时阵，应该就有一个安静的所在。这个内屋吼，就是代表一个安静、无人交叉私人的所在，毋是真侪人行行出出出出入入有真侪电话有真侪囡仔伫遐咧吵你咧祈祷的时阵开门关门掠来也大声细细，伫即款的情形下面，咱要怎样有法通安静呢？所以入去你的内屋是私人的所在所以这个内屋inner room 的时阵，就是恁兜可能是一个咧摕物件的所在还是仓库的所在，放杂物的所在所以这间房间是伫你厝内最第一安静的，无人来搅叉你的这个所在所以这个所在呢，就是这个内屋意思就是表明说，当你祈祷的时阵有一个你专用的一个地点，而且是安静的，无人交叉，互你有法通专心的甲神讲话。关上门，为什么这个讲说关上门、关上门，是代表无甲外国外界的代志来交叉你，互你分心伫这个关上门了，互你有法通安静的一段时间，专门来甲上帝来祈祷沟通所以伫即个属灵的意义，互咱学习什么呢？其实伫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毋是说咱袂做咧有伫即个公道什么是公道伫众人面头前的祈祷叫公道，私道就是你私人甲上帝家己的祈祷。所以伫你私道当中是甲主耶稣、甲上帝的沟通只有你交伊尔点所以主耶稣伫即个所在来教导咱兄弟姊妹，在上帝的行里。伫咱真忙碌的当中咱真常是提出家己的意见提示用家己的理由来提示祈祷。主耶稣比咱更较无用因为咱是最属对的代志，耶稣是做这个属灵的征战，叫魔鬼的征战的代志，所以伊伫肉体顶面的非常野善，伫属灵内面的会需要迄个属灵的力量来支持伊，因为伊的对象乃是魔鬼撒旦。所以耶稣若是失败了，咱今仔日就无救恩了。所以感谢主的恩典，伊忍受一切的艰苦，忍受一切的攻击，忍受魔鬼撒旦的试探，叫反对，但是主耶稣得胜了，是用什么得胜呢？这就祈祷。主耶稣开始要出来工作的时阵，就是40年日伫旷野内面底下禁食祈祷，真无简单。因为伊来到世间是甲属灵的来征战，因此就需要
真强的属灵的生命，主耶稣做到了。那么咱呢怎样呢？所以伫祈祷的时阵啊，咱尽量避免别人来调查咱，最好将咱的 cell phone 干关咧，暂请关咧，还是应该迄一日要做的代志，是袂来调查咱公司的店内的代志，所以咱会家己一段时间。所以最好的时间是啥物呢？无人来调查咱，就是早起咯，或者是偷暗咯。逐个咧困的，逐个人咧困的时阵，无人调查咱咯。还是透早也别人未醒的时间，是最好的甲上帝沟通的时间。但是，利用这段的时间来祈祷你必须要付出代价，可能要牺牲你的困眠，牺牲用你的时间。但是你若肯安尼做，上帝就大大祝福你所以祈祷伊也甲咱讲，咱毋通像怀法利赛人祈祷，这法利赛人。别人伫边头咧祈祷，伊讲家己的好处，咧批评别人。伊看这个税吏伊怎样贪人的钱，我一日3摆的祈祷我帮助别人咱伫祈祷当中，毋通用跩为着要教训别人，为着要责备别人，要骂别人，来表扬家己的好处。上帝无爱听这款的祈祷，上帝爱专心的，只有单单甲主的沟通，将你的心内的代志向神倾心吐意所以主耶稣说：你祈祷的时阵，兄弟姊妹，你是毋是你祈祷的时阵，还是咱伫教会当中讲道的时阵呢？或者是你常常叫人甲你代替我祈祷属灵的代志，特别是祈祷的时阵无法人代替你祈祷。咱会做咧叫人代替你甲咱煮饭，但是咱袂使你叫别人来替咱食饭，因为食饭是你为着你家己的身躯的健康益处力量。咱祈祷家己祈祷，叫上帝的灵教是为着你的属灵的健康、属灵的进步、属灵的益处。祈祷是袂做咧别人来代替你，虽然咱有代祷的事项，代祷就是说你祈祷，但是为着要增加迄个力度，增加迄个频率，请搁较侪兄弟姊妹甲你同心来警醒来祈祷，即款叫做代祷。但是祈祷就是叫上帝一个灵教，就用家己的时间，用特别的所在，安静专一的来甲神来祈祷，所以求神来帮助咱所以请咱问咱家己，伫咱的每一日的生活当中，咱是毋是有迄个来厝内秘密的密室的祈祷的所在，叫祈祷的时间呢？你问说，我真无用啦，耶稣也是无用，但是有啥物搁较重要？有法人甲咱的上帝、甲咱的天父祈祷搁较重要呢？当咱的生命无咯，咱抑搁有法人伫这个世上做啥物代志呢？咱毋是上帝加添咱的寿命，咱毋是上帝加添咱的力量，伫这个世间有法人做些有聪明智慧，互咱力量，咱还有啥物呢？所以求主来帮助咱，甲上帝个人的祈祷是真宝贝的代志。兄弟姊妹伫教会当中，逐个人拢有祈祷的密室。全教会安尼做，全教会灵性就会复兴，就带领
带来了整个的福庆，愿神的名得到荣耀。咱毋通袂记得旧约有一个姊妹叫做哈娜，伊有真侪苦闷、真侪重担、真侪问题，伊就来到上帝面头前，圣经说倾心吐意。倾心就是将你内面的一切重担、一切苦闷拼出来，倾倒出来，拼出来。吐意就是将你内面的怀苦闷的代志吐出来，就是讲出来。因为伫这个繁忙的世界，咱若要找人的去找别人，甲咱要向伊倾心吐意的讲话甲祈祷，可能真少。但是咱有法通个别的甲上帝倾心吐意的祈祷，上帝是无提示的，上帝爱伊的囝儿时刻甲伊讲话，甲伊沟通，甲伊亲近，这是上帝所愿意、所欢喜的。那这个信徒上帝的囝儿，那常常无叫上帝祈祷啊，伊的心灵就冷淡，伊就无热心。伊就是真内面的真软弱，就真过受魔鬼的试探而失败了。上帝名无得到荣耀，所以求主帮助咱。伫百万当中，咱会想学习主耶稣，抽出宝贵的时间，甲天父沟通来祈祷，好咱人是软弱的，搁较需要叫天父亲密的祈祷沟通，互咱有法通赢过家己，赢过世界，赢过魔鬼的试探，荣耀上帝的圣名来听候伊第二次的降临，当见伊的面的时阵，伊称呼咱是有忠心的仆人所以咱法通伫主耶稣过来的时阵，会得到伊的懊恼，得到伊赞美得到伊的成就，三个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的圣灵借着你家己的话来鼓励你的正行儿。人的话是不完全的，只有上帝你圣灵所感动的，才是完全的。所以求主你帮助。互阮听了你的信息了后，阮伫生活顶面有家己的来恶的祈祷，好叫阮伫世上这段时间有可能过得胜的生活，来荣耀主你的圣名。阮安尼交托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